Hello， 大家好，歡迎嚟到柳陳道好盤即刻鋪，又係我 Eric， 歡迎嚟到今期有辣有唔辣嘅一個系列。咁今期呢，我哋就嚟到博愛七路上面嘅一個博愛里呢個項目嚇。因為呢，近期有關注中山樓嘅街坊呢，其實都知道㗎啦，博愛路嘅樓盤一直喺度減價、減價再減價。咁今期呢，有辣有唔辣，辣係咩呢？首先新樓依家賣緊係10,800起，單位面積由116去到127都有得俾大家揀。唔辣嘅係咩呢？就係今期亦都帶大家睇翻兩套二手單位，最緊要係新樓，並且其中仲有一套係樓王單位。咁睇呢兩套單位之前嘅話呢，亦都同大家簡單咁樣介紹下博愛里呢邊嘅一啲生活配套同埋附近嘅交通。博愛里呢一個項目就位於博愛七路上嘅一個新樓盤啦。咁隔離就係澳豐天娛，斜對面嘅話呢，就係我哋嘅一個最浩園。咁佢呢個位置嘅情況下呢，佢如果係返深圳就非常之方便啦。博愛七路一出去嘅話呢，就已經係可以接駁我哋嘅一個長江快線，長江快線可以去到馬鞍島，馬鞍島又再過深圳。咁呢一個呢，就係揸車嘅一個方式。咁第二個方式嘅話呢，如果大家想搭巴士嘅情況下呢，可以去到我哋嘅一個博覽中心。博愛里去博覽中心咧，大概嘅一個用時就大概係4分鐘到5分鐘之間。博覽中心嘅話咧，佢每日亦都係有好多個班次可以連接翻深圳嗰邊嘅一個24小時嘅一個往返巴士。票價大概我冇記錯應該係18蚊左右嘅啫，因為我都係好耐之前搭過噶啦，但係佢一直都係有開緊嘅。咁第三個方式，如果你想直接翻到香港嘅情況下咧，亦都可以打車去到我哋嘅一個富日城。富日城樓下嘅話咧，亦都會有永東巴士嘅一啲班次。咁啊，往返香港各地呢，咁交通就講完啦。如果你話商業嘅情況下呢，目前佢依家樓下嘅一啲商鋪呢，依家喺度招商緊，平時都會便捷翻大家一啲居家日常啊，又或者係買水買煙買酒，或者係買啲餸啊咁樣，完全滿足得到嘅。咁如果你想去大型嘅一啲 shopping mall 嘅情況下呢，可以去到我哋嘅一個 Cool City。咁呢度過去嘅話，揸車大概係8分鐘到10分鐘左右。咁如果去到富日城嘅話呢，就大概係12分鐘到15分鐘之間。如果你想去利和廣場嘅話呢，呢度過去嘅話亦都非常方便，大概係10分鐘左右就可以到㗎啦。咁呢啲就係附近嘅一啲商圈啦。咁包括如果你平時想買餸嘅話呢，可以去到我哋嘅一個長江菜丁菜肉市場，就喺海欣裏邊嘅斜對面嘅啫。去嗰邊買餸嘅話，裏邊有一個非常之大型嘅一個市場。咁裏邊魚蝦蟹啊，基本上你諗到乜嘢都有㗎啦。交通同埋配套講完，首先成個小區嘅話呢，佢就分為8棟去開發嘅。最前面嗰2棟嘅話呢，聽聞就係要嚟做酒店同埋係做一啲招商場。因為佢而家未通，所以就呢一個保持未知係啦。咁然後嘅話呢，住宅一共分為8棟，面積段嘅話咧，由116到140幾不等啦。咁依家新樓嘅話咧，大概就剩翻10零套樓嘅啫。新樓嘅一個價錢就大概係10,800左右。咁啊，當然係清水㗎啦。博愛里咁耐以嚟交嘅，基本上除咗樣板房都係清水交俾大家嘅。我哋今期睇嘅單位價錢咧，同呢個係差不多一樣㗎，並且仲要係樓王啊！成個小區就唔係特別之大，但係佢嘅一個 design 同埋嘅一個園林咧，其實俾人感覺係非常之舒服嘅。咁包括成個小區最初交樓嘅時間咧，就係大概係2023年嘅一個年尾，到今年2026年，大概都係過2年零3年左右嘅啫，所以亦都非常之新嘅。咁講咗咁多，事不宜遲，我哋即刻上去睇睇呢兩套單位到底係點嘅先。咁上到嚟之後嘅話，我哋第一套要睇嘅一個單位咧就係127平方，然之後業主掛牌咧就120萬。佢嘅單位咧就低樓層3樓嘅，咁然後佢呢一棟嘅一個設計咧就係塔樓，咁然之後2個 lift，然之後4伙單位。咁我哋嗰伙單位咧就喺01，咁然後呢位出嚟之後就係呢度啦。開發商送嘅一啲門同埋指紋密碼鎖亦都俾晒你嘅。並且呢一套單位嘅話咧，佢亦都係大裝修嘅。嗱，咁然之後入門右手邊，大家可以睇到呢一個露台，係咪覺得有埲牆好嘥咧？唔緊要，呢一埲牆呢個位到呢度咧係可以駁嘅，即係你可以用晒喺廳嗰個位置。咁然之後再過嚟左手邊啦，就係我哋嘅一個廚房啦。咁當然廚房嘅話咧，上面嘅櫃體、抽油煙機、爐灶同埋消毒碗櫃送晒俾你。咁然後咧，有人會覺得呢個廚房細咗啲，同埋放唔到雙門冰箱。有個辦法嘅，
因為佢廚房嘅話咧，隔離就係我哋嘅一個生活露台。咁而呢一埲牆嘅話咧，其實係可以打咗佢嘅。咁然之後，你會做一個大 U 字形咁樣出嚟。咁然之後，冰箱就可以放呢度啦，放4門、3門冰箱，亦都係完全冇問題嘅。咁因為佢呢個生活露台，你話佢大唔係特別大，但係我又覺得佢夠用。因為你其實生活露台平時都係擺一啲天然管道嘅嗰部機，同埋放一個洗衣機，就咁多嘅啫。咁當然你可以將呢度打咗佢，咁樣連通去使用就好舒服啦。咁然後咧，呢度就係屬於飯廳客廳嘅一體位置啦。佢呢度裝完修嘅話咧，呢個距離我啱先用測距儀測過咧，大概係3.66米左右嘅。咁然之後長度嘅話咧，由呢一個位去到我哋呢個大概係7.5米左右。空間嘅話亦都係足夠嘅。客廳出嚟就露台啦，因為佢3樓。咁然之後咧，又諗起我業主嗰句話啦，你低樓層望嘅綠植一年4季都係唔同顏色，就非常之舒服啦。咁當然眼尖嘅街坊應該望到右手邊呢度會有2嚿嘢噶。呢2嚿嘢嘅話咧，大家認真可以睇到咧，其實佢上面係冇嗰啲排污管嘅，所以亦都唔使擔心佢係工廠。因為呢2嚿我冇記錯嘅話係嗰啲室內籃球場同埋羽毛球場嘅一個地方。佢平時嘅話咧就會喺邊邊，大概係呢啲位置做咗空調、做咗抽氣。其實平時係冇乜太大影響。當然你如果係 OK 嘅話，你亦都可以做風窗，做晒風窗嘅話，成個廳咧就非常之大啦。佢127平方，除咗入門嘅嗰個位置可以做房間之外咧，裏邊係有3個房嘅。咁然後第一個就係我哋嘅一個洗手間。洗手間嘅話咧，佢就做咗乾濕分離，亦都唔會有係話有一個飄台擋住你去沖涼啊咁樣。咁包括裏邊嘅鏡櫃、馬桶啊、花灑全部送晒俾你。好，咁我哋房間一間間開始睇。第一間就係我哋嘅一個主人房啦。咁呢一間房嘅話咧，我覺得佢空間係完全足夠嘅。佢呢度會有個洗手間。低樓層之餘嘅話咧，佢呢個窗出邊有2棟樓，因為塔樓嘅一個設計咧，所以佢採光度咧係會有少少啊。但係咧，我覺得就影響不大。呢間房佢係有個套間送俾你，咁亦都係名次嚟㗎嚇。好啦，咁啊呢間係主人房啦。如果你覺得呢間房細嘅情況下咧，可以將呢埲牆打咗佢。咁打咗佢之後嘅話咧，因為隔離呢度係有間房嘅。如果打咗佢做成一間房嘅話咧，你個房間就超級大啦。並且亦都非常通透，因為兩邊都有窗。咁而呢邊嘅話咧，出邊冇建築物嘅話咧，佢嘅一個採光度咧，亦都非常之高嘅。我覺得呢啲單位嘅話咧，真係任你去發揮。將呢扇門閂咗之後，呢度駁過去，咁你就成間房，哇，長度真係非常之離譜。咁然後呢間就係最細嘅一個房間啦。咁呢一間房嘅話咧，我個人認為可以嚟做客房，又或者係兒童房，亦都冇問題嘅。咁佢窗望出去，同啱先嗰間房嘅一個景色咧係一模一樣。咁啊，如果你擺張床啊，再做埋衣櫃咧，空間亦都係足夠嘅。咁呢一套單位嘅話咧，就係127平方，然後業主掛咧就掛120萬到，單價圍到落嚟，帶裝修嘅話咧就係9000零蚊，9500幾蚊到9800幾蚊到啦。咁當然佢係一個低樓層。但係佢亦都有個優勢，就係佢係帶裝修，即係你後期嘅話唔需要點樣改，只不過就係需要添加一啲家居家電同埋嘅一啲櫃體。咁如果你自己要改嘅情況下咧，就打啲牆，再換啲磚，咁就 OK 嘅啦。咁如果你對呢套單位嘅樓層並唔滿意嘅情況下咧，咪走住，我哋依家即刻去睇翻到高樓層嘅單位先。上到嚟之後咧，我哋呢個單位就喺14樓嘅，咁然後後邊呢度嘅話就有2房，咁然之後咧，我哋要睇嘅呢一套單位，首先 lift 位出嚟之後，自己係只有1伙嘅啫，因為佢係2梯3伙嘅一個設計，咁門口呢啲位置咧就任你自己用啦。其實就好似對面咁樣擺個架喺度，然之後擺啲快遞啊，或者係擺啲嬰兒車係完全冇問題嘅，只要你唔塞住過道咧。OK 嘅，我哋呢套單位嘅話咧就143平方，入嚟嘅話咧佢就係飛機戶，左邊同右邊都有房間。左手邊呢度嘅話，正常呢度就係做翻個酒櫃，然之後擺張圓台作為飯台嘅一個設計。咁然後咧右手邊呢度咧佢係廚房，其實143咧，我覺得佢呢個廚房細咗啲，但係呢一個牆係可以駁嘅。嗱，大家聽聽，嗱呢個係空心牆，咁如果係實體牆嘅話咧。嗱，聲音係完全唔同嘅，所以咧，如果你覺得呢個廚房細嘅情況下咧，可以將呢度剝咗佢，然之後做個吧台出嚟，亦都係完全冇問題嘅。咁然後
廚房亦都連住咗一個生活露台。咁生活露台嘅話，你平時要嚟擺洗衣機啊，或者係放一個天然管道嘅嗰個機，亦都係冇問題㗎嚇。咁然後出嚟之後，咁佢係一個4房設計。今日咧我就帶咗一個神器，就係呢個噔噔噔噔。咁呢個係7距2嚟嘅，咁啊睇下佢嗰個廳有幾長。嗱，咁廳嘅話咧，如果佢係未裝修嘅情況下，就係3.9米。咁如果你計埋裝修嘅話咧，我諗如果淨做翻出嚟嘅，大概係3.7米、3.8米左右之間，亦都係完全 OK 嘅。咁然後個露台嘅話咧，就非常之大啦。個露台係有接近4米，包括咧樓王嘅單位望出去嘅一個景色咧，就係望翻我哋嘅一個內園景，睇上去就非常之舒服。咁雖然咧，前面係有個博愛路，但係咧，其實你住得入嚟2棟呢邊嘅話咧，基本上係聽唔到聲㗎啦。因為佢博愛里咧，一共就只有8棟樓嘅啫。前面嗰棟隔離仲有一棟嘅話，喺後邊咧就要嚟做酒店。咁雖然而家未開業啦，聽住佢講話開酒店先啦，但係我覺得佢應該後期都開翻一啲類似於啲辦公 office 啊咁樣㗎啦。再包括樓下嘅呢啲商鋪咧，亦都準備要開啦。佢新樓咧，依家有一套2樓嘅單位推出嚟嘅一個價錢，大概係呢個位。咁然後就目前嚟計下，大概係10,600幾蚊到1平方，係啦，亦都係清水嘅。咁然後同呢一套嘅一個價錢咧係差不多一樣。咁當然亦都會有街坊係會介意2樓嘅一個單位。嗱，咁其實佢143平方，好多地方都可以打嘅，包括呢一埲牆。你覺得廳唔夠大？呢埲牆打咗佢，然之後呢度就有一個洗手間。呢度嘅話咧，屬於一個客房。咁客房嘅話咧，佢有偷咗一個距離出嚟俾你。咁呢一個距離嘅話，其實我覺得呢一個位置咧，大家可以嚟做雜物間。因為呢度如果打得出去嘅話咧，咁你呢個都可以嚟做客廳或者係做茶室，就完全都冇問題嘅。咁然之後呢度就有一間房間。咁包括咧呢一個房呢一個位置都可以打。呢個房間就係咯，有啲類似於細路仔房或者係長輩房咁樣。咁佢啲標台呢個位就冇得打啦。咁然之後亦都係睇翻內園嘅一個景色。咁呢度就2個房間。咁然後再睇翻我哋嘅一個第3個房間先。佢嘅過廊其實好闊嘅，睇得出。咁如果你呢度打咗佢之後，按照呢一度咁樣做個趴台出嚟嘅話咧，其實好舒服。好啦，第3間房，第3間房呢度嘅話咧，佢就係連住個露台一齊。咁呢個房間嘅光猛程度咧都會比較猛啲嘅。咁包括呢一個位都可以打，所以其實你可以理解成為就係成個客廳呢一埲牆、呢埲牆、呢埲牆全部都可以打。如果你覺得個廳唔夠大嘅話，同埋自己可以唔用咁多房嘅情況下咧，我個人建議係呢2間房可以留住，咁然後咧將呢度打咗佢，咁擴晒出去做個風窗就非常之正。呢度就主人房，主人房嘅話咧，佢就係有一個套間，係啦，嗱，咁個套間嘅話咧，空間亦都係夠嘅。咁如果你覺得洗手間細得滯，因為嗱呢度係主人房啊嘛，咁飄台就冇得打嘅，但係咧呢一埲牆係可以打嘅。嗱，我帶大家聽下聲先。嗱，所以係完全唔同嘅。咁然後如果你覺得嗰間房會有少少擠嘅情況下，冇問題，呢度亦都可以打。咁嗱，呢度就唔打得啦。所以佢嘅一個 design 就係話，我覺得咧，如果你擴大個洗手間，咁好啦，呢度就唔好擺床啦。床擺喺邊度咧？將呢度打咗佢，咁然之後咧，將呢度封咗佢之後嘅話咧，主人房可以喺呢度入。咁主人房就會多咗個露台出嚟啦。咁呢度牆就肯定唔好打啦。咁主人房嘅話，2個房變1個房就非常之大啦。嗱，咁呢2套單位就睇完啦。其實呢2套單位嘅話咧，我認為143嘅呢一套單位咧，性價比係非常之高嘅。因為第一個，佢對比依家嘅新樓嚟計，新樓依家目前係冇140幾嘅一個面積可以揀啦。其二，佢依家2手嘅呢一個價錢同新樓去對比咧，大家都係清水嘅啫，大家都係要自己揼錢，發揮自己嘅小宇宙去裝修嘅。咁啊，價錢上面嘅話咧，老實講嗰句，雖然新樓依家係講緊10,600幾蚊，咁啊2手依家呢套
就10900幾蚊。但係我諗咧，如果你要講價嘅情況下咧，我諗講幾萬蚊破到150萬以下咧，問題都應該不大嘅。咁如果你哋對呢啲單位有興趣嘅情況下咧，不妨掃描上面嘅 QR Code，亦都可以喺下方留言話俾我聽呢套單位你想點樣裝修。今期節目就到呢度，我哋下期再見，拜拜。如果想了解更多中山房源，歡迎掃描上面嘅 QR Code，亦都可以下載貝殼 APP 找房，一二手任你揀。